修行人专用的日历，修行人专用的日历，修行人专用的月历。你看，有农历的，还注明神明诞辰了。不能行淫啊！行淫会有什么后果？不可行房后，中秋节没完，不可行房。你看，慢者报。中秋节是从那个前一天晚上11点就开始算了，子时就开始算了。